婷婷今天来到那个台北市的那个信义区的松仁路100号，是脸书的那个客服，在他们那个官网直接就直接拜访脸书公司，结果我们来到就是也上不去了，说那个管理员跟我们讲说，说他们那个脸书没有对外开放，那我们打的这一支电话。打的这支电话0277430771，有完全权。然后再拨。The number you dial is busy。有没有直接就是说忙线中？那个婷婷今天也有带那个笔电出来我们注意看一下，看我这个滑鼠你看10月份的跟那个10月份的200多块还有这个是11月份的对，11月份的有300多块，这2笔有收到。结果就是你看这个插播广告也有，就是插在12月份，就插在那个12月。我跟你说，插在就是你看插播广告的那个12月DEC 有没有插播广？结果就直接跳到11月，直接又跳到那个。今年的1月份的，那你12月的星星多少？总共多少？12月份的星星有31万多颗。那折合多少？因为我有折合是3000多块美元，因为我那个你一跨过来，我有截图，31万0939颗，我1月1号下午2点截图的，没收到。所以说这一笔我没有收到。2月份要收到。对，2月份是要收到的。我今天真的会拍这个影片，我今天真的是求助无门来到他们脸书的公司，我们也上不去，电话也完全都类似都打不通的，都完全都忙线中，打了3天了，所以我今天才过来。所以说希望脸书的那个客服人员有看到的话可以私讯婷婷这2个粉丝团，这2个就是这个是蓝勾勾的。不能开盈利的，那这个是没有蓝勾勾的，是有开盈利的，后面挂号法拉利姐。那如果有一些粉丝知道说，脸书的这一些客服的资讯还有就是脸书的那些官网可以请求协助的话也可以私信我，谢谢大家。等一下，还有补充一点我们这个是收益支付到现在就只有2笔，一笔因为是9月份我开盈利的时候，它没有到达就是1万颗星星，所以说它是跳过，等于说跟9月、10月、11月份一起支付的，一起支付300多，就收到2笔。那我11月份的就是盈利稍微多一点的，就是有500多块，500，现在我收到目前就支付只有一个300多，一个500多，12月份完全我们求助无门的。